即係咁樣講係會唔會清楚啲咧？咁係會點樣樣咧？即係清唔清晰咧？啊，有冇可講嘅之處咧？其實心靈感應係乜嘢嘢咧？心靈感應講嘅就係我哋嘅 mind 點樣可以通過一個空間冇直接接觸嘅媒體去感應得到一啲信息場嘅嘢。咁喺大陸咧就好多啲怪異嘅事。咁其實咧，佢哋將呢啲稱為咧特異功能，其實係唔啱嘅，因為其實人類咧響呢個發展嘅過程中咧，不斷去增加咗呢個主觀意識嘅思維嘅方法，就捨棄咗第六感嘅呢一個咁嘅思維、感受、感應嘅方法。咁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咧，其實呢啲功能咧就係人類嘅第六感被抑制咗、被失傳咗嘅第六感。呢個第六感咧係可以感應空間信息場嘅信息。咁所以咧又講到神係乜咧？神唔係人嚟㗎，有啲宗教信仰將神咧講成係一個人，其實佛都唔係神喎，佛係無神論嘅。咁但係咧，其實當你打坐入定嘅時候咧，你亦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心靈感應嘅能力嘅。咁心靈感應嘅能力咧，係會令到我哋人咧係可以通過自己嘅閉目集中響呢個第六感嘅感應力裏面咧，係理解 pick up 呢個空間嘅信息場嘅信息。咁呢個就係心靈感應嘅功能，大家唔好誤解咗啊！